今次專講豪宅同大家參觀位於山頂道40號嘅獨立屋。山頂一向係名流紳士嘅聚居地，而山頂道40號位處於山頂頭段位置，交通便利，毗鄰凌霄閣，距離中環只需要15分鐘嘅車程。屋苑設有一個室外泳池，並且由5棟獨立別墅所組成。我哋依家嚟睇睇其中一間獨立屋，感受一下頂級豪宅嘅氣派。呢間3層獨立屋實用面積為4123尺，5房4廁。一入到屋內再上半層，就係呢一個擁有4.5米高樓底嘅大廳，配上弧形落地大窗，相信隔住屏幕嘅你都感受到嗰股震撼。而獨立屋係擁有私家嘅前後花園，向前就可以眺望到灣仔至中環以及尖沙咀嘅維港景致。嚟到獨立屋嘅第一層，首先會見到設備齊全，亦都空間感十足嘅廚房，而廚房亦都可以見到客廳嘅情況，宴客時就更加方便，亦可以增加採光。另外喺隔離附設一個客廁，旁邊就係飯廳位置，可以直達後院，亦都設置咗後門。而2樓就係房間，同樣有落地大窗。喺另一邊嘅房間就比較特別，除咗擁有維港景，最特別嘅係呢一個相連嘅露台，可以貫穿2間房。而另一間就係套房，浴室備有浴缸。房間亦做咗入場衣櫃，另外一個浴室則備有淋浴間。我哋再10級而上到第3層，每一層樓梯之間亦有窗戶，確保採光充足，感覺成間獨立屋更通透舒適。總共有2間房位於3樓。你會發現再上多一層嘅景觀相對地更加開揚，可以見到向南嘅山海雙景。而主人房嘅浴室設備更加豪華，採用雲石設計，擁有雙面盤。其中一個大亮點就係設有可以見到維港兩岸景致嘅按摩浴缸。另外，亦都備有淋浴間，亦都附設衣帽間。房間非常之大，採用直角落地大窗，擁有無死角維港景，盡享居高臨下嘅優勢。而再上多一層就係天台。除咗山頂，香港應該都冇其他地方可以同時坐擁維港景同埋向南海景。